拉玛齐努，拉玛齐努，真见则为，拉玛齐努。那么这样了之后呢，朗伊寺的第一代活佛呢，就叫做多帕大师，那么就是从这样开始在这个地区开始在弘扬这个本钵教。但是当时呢，本钵教的这个僧侣比较少，当时不像现在，只有这种受这个八关斋戒的人，然后就是受居士戒的人，然后受菩萨戒的人。可能是这样，这些呢可能比较多一些，修密宗为主，修大圆满为主，可能修显宗的呢可能比较少。那么修显宗比较少了之后呢，出家人比较少了，所以说以前的话，每个村落就是修建一个佛堂，这个佛堂里面呢，就是固定每个月或者说可能一年当中可能做一两次，就是这种修行的这个阶段。这个阶段呢，会念经的，比较有这个佛法比较有这个接触比较深的，那么就是这波人呢，他们就相当于就是代替僧人一样，在那里在念经、祈祷修行等等。那么寺院的那些活佛们呢，也在给他们开始就是讲课呀，就是做一些法呀，等等，就是这样。那么这样了之后呢，第一代活佛的儿子有三个儿子，那么三个儿子的第一个儿子呢，在叫谢钦尼曼子，那个他的尼曼子呢，就修建了这个现在我所住的这个地方，以前朗伊寺在这个地方，从就是相当于就是南宋时期300多年前呢，从这个地方搬迁到现在我们的朗伊寺的这个地方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朗伊寺的名称写的时候呢，藏语呢就比较长的有就这个名字，有个叫南西杰丁喷错浪，俺修理南杰扎西用中了，就一个很长的，相当于就是两段。这两段的前一段的这个名字叫做南西杰丁喷错浪，这个名称呢是属于是以前朗伊寺在这个时候的寺院的全称。然后从这里搬到那边去了之后呢，这个名字就叫做修理南杰扎西雍仲林。那么这样了之后呢，就现在变成了朗伊寺呢有两个名称加在一起写，就这样了之后呢，现在这个全名呢是比较长一点。那么这个寺院这样形成了，就今年就是现在的话，有800多年的历史啊。因为以前按照我们很多以前的这些学术家和一些搞僧大的，他们都说，大概是1000年左右的历史，但是因为有些就是社会的变故，以前的很多的历史的文献，所有都毁灭了之后，现在就很少了。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呢，能考证的，只有800多年的历史，但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能挖掘，就是是不是更早的寺院，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问题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按照朗伊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，在以前朗伊寺的祖先他们下来的时候呢，阿坝这个区域呢，只有汉族和蒙古族和羌族。然后再后来呢，才产生了这个藏族，那么以前的话，这个区域是，就不是一个藏族的区域以前呢这边呢可能就是，就是一些那个战争什么的时候，可能老弱病残的，可能很多都就是慢慢的可能就留在这些地方，可能就是这样开始在形成了一个这个区域的一个民族区域。